现代台语版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。既然上帝互人进入安息的应允还有留地，咱着小心。则要恁中间有人想讲因得袂到即个应允，福音偏偏有传互因，嘛有传互咱。毋过因所听见的信息对因无利益，因为因遐个听的人无用信心领受。咱遮个信的人会当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。照伊讲的，我伫受气中立誓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。其实，上帝创造宇宙的时，伊的工作已经完成。关系第7日，圣经一个所在有安尼讲：上帝伫第7日煞伊一切的工作来安息。共即个所在有阁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。既然大声听到福音的人，因为毋顺坦，袂当进入安息，上帝就为着其他的人保留即个安息。真久以后，伫大批的册有记载，上帝设定一日叫做今仔日，亲像顶面讲的，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疑心。约书亚若有互因安息，上帝就袂伫后来搁讲起别个日。安尼，上帝还为着伊的子民保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因为进入上帝所赐安息的人，亲像上帝煞伊的工作，嘛煞因一切的工作。所以，咱着努力进入即个安息，才免有人亲像遐个毋顺服的人跋倒失败。上帝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双面来的剑较利，会当插入，甚至破开人的灵、甲魂、关节、甲骨髓，阁会当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。所有被造物，无一项会当对上帝允捌，一切拢完全暴露伫伊的目睭前。咱欠伊的孝，拢着算清楚。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，上帝囝耶稣，伊已经上天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。咱这位大祭司，毋是袂体贴咱的软弱，伊伫逐方面拢亲像咱有受试探，不过无犯罪。所以，咱着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，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，做咱需要的时的帮助。